Hello， 大家好，又我西貢 Frankie 啊！我哋世紀物業奇豐集團嚟講咧，喺區裏邊咧已經擁有超過35年嘅歷史㗎啦。我哋分別喺新界東嘅粉嶺啊、馬鞍山、沙田、大圍、西貢區啊，甚至我哋去到九龍都有分行，接近20間㗎啦。咁其實首先嚟講咧，我哋世紀21奇豐咧喺區裏邊咧就算我哋西沙路呢個分行嚟講咧，都擁有超過30年嘅歷史㗎。我哋深受業主同埋街坊嘅擁戴咁我哋已經植根咗喺呢度咁耐咧，我哋嘅同事嚟講咧都非常之資深嘅。佢哋有啲同事更加係住喺西沙路嘅烏溪沙村啊、井頭村啊、官坑村啊、西徑村我哋都有添咁所以咧，我哋都對於區內邊物業咧都非常之熟悉嘅。咁而呢一間物業嚟講咧，裏邊咧就係一個700尺啦，傳統嘅設計。咁本身嚟講，因為係商業用途啊，所以業主都將佢咧就係改為一房嘅設計，同埋保留個洗手間廚房嗰啲都打通晒佢噶啦。咁整體一個嘅橫積設計啦，咁所以個門面咧都非常之闊落㗎。而呢間獨立屋嚟講咧，前臨咧就一個大嘅我哋叫做平台或者叫空地啦咁嗱，首先講聲咧，佢前面咧呢個空地嚟講咧係屬於一個政府用地或者叫官地啦有啲朋友問我，喂，呢度政府地會唔會起樓咧？咁當然啦，我睇翻呢一個係一個 V 松，我哋叫做村界嘅位置裏邊啦。其實你話100%去保證唔起樓咧，就未必。我唔可以去保證俾大家。不過始終呢30年嚟講咧，都未有發展起過樓。咁我亦都睇過嘅圖嚟講咧，中短期嚟講咧，暫時未有發展嘅。咁所以大家起碼係使用呢一個嘅物業嚟講咧，都比較放心啲。而物業嚟講咧，側邊咧亦都有一個嘅 sidewalk 花園啦。咁但係呢個花園嚟講咧，就係都係成棟樓共用嘅，因為始終一啲嘅通道權嚟講咧，都要開放翻俾1樓、2樓嘅業主去使用啦。一啲嘅投資者嚟講，如果購入嘅時候咧，我哋嚟講咧都好樂意咧去繼續去租用㗎。因為我哋喺西沙路，尤其西澳村嚟講咧，植根超過30年。對於呢個物業又好，對於西沙路一啲村屋或者其他啲嘅別墅私人樓有興趣、有問題嘅時候咧，歡迎隨時聯絡我西貢 Frankie 同埋我哋世紀21奇豐專業嘅代理。咁我哋擁有超過35年歷史。好多謝大家收睇，唔阻大家啦，拜拜。買樓怕縱火，揾奇豐至輕鬆。奇豐獨家4大保障全面升級，等你買得開心，住得安心。5天置業冷靜期，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全程免佣金，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4重空宅過濾系統，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篩走所有空宅可能性。100萬防假保障，謝絕虛假業主，如有發現，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100%真盤承諾，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 真盤，絕無虛假資訊。世紀21奇豐，讓置業變得幸福。